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和议长祝贺尼蒂什·库马尔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印度北部及东北部的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悼念法国参议院长弗朗索瓦·昂贝逝世。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会见来访各国代表团。布拉格宣言重申西藏人民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的权利。驻伦敦办事处向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学生介绍西藏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增平措在新西兰出席亚太安全创新论坛。敦珠加布被任命为驻南非办事处代表。学域论坛2025年寻找共同点西藏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于本周相续致函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祝贺他和他的政党在近期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感谢尼蒂什·库马尔在他多年来访问比哈尔期间所给予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一直以来对尊者复兴古印度智慧努力方面的支持。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在贺函中代表世界各地的藏人向首席部长表达祝贺，指出他长期的执政经验与愿景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并祝愿他在未来取得成功。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四11月27号圆满结束了对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多所学校与大学的访问行程。在过去的一周中，司政边巴次仁先后访问了位于印度北方邦勒可瑙市的德维教育集团、勇士国防学院、勒可瑙大学、勒可瑙管理与研究技术学院下属商学院，以及阿萨姆邦首府古瓦哈蒂的皇家全球大学。在上述学校向师生发表讲话时，司政强调了在研究印度国家安全时理解西藏的重要性、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以及中国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试图消灭西藏的文化、历史、语言和身份等行为。司政还强调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以及在地理与生态角度西藏对全球的重要意义，并提醒印度青年关注中国的侵略性扩张政策。在访问期间，司政还会见了多名印度政界人士、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及成员，并接受了印度报业托拉斯、每日时间、印度斯坦新闻社等媒体的采访。另外，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法国参议院长弗朗索瓦·昂贝于上周三11月19号在法国伊苏丹逝世，享年73岁。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闻悉噩耗后，相续致函逝者家属，表达慰问。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司政边巴次仁分别在调研信中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及全球藏人缅怀逝者毕生作为西藏人民挚友的深厚情谊，并强调他数十年来始终支持西藏，使西藏的声音得以在国际舞台上被听见。议长还特别指出，昂贝议员的离世是所有信仰真理、非暴力和人类尊严之人的重大损失。此外，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和外交与新闻部部长于本周分别接待了爱沙尼亚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代表团，并举行会谈。本周一11月24号，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以及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分别在议会秘书处和外交部会议厅接待了由爱沙尼亚国会议员优库卡莱德和爱沙尼亚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率领的代表团。在会晤期间，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
回顾了双方人民共同经历的斗争历史和争取自由的愿景，并感谢爱沙尼亚长期坚定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并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及其愿景。与此同时，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还于上周五11月22号接见了来访的印度国会议员多杰次仁理查。议长感谢多杰次仁议员在国会会议上使用印藏边界而非印中边界的表述。另外，在本月初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5周年大会上，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提出呼吁后，2025年宗教或信仰自由布拉格宣言重申了藏传佛教社区在无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选择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转世灵童的权利。在大会上，司政边巴次仁向组织主席罗伯特·哈雷克大使呈递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信件。在发言中，司政强调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支持保护藏人的宗教自由，并警告中国正在加紧控制第15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务的企图。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于本周二11月25号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大学外交与全国政治硕士及国际关系硕士班学生进行了交流。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与秘书长丹增公嘎在交流活动上，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全球影响力、藏人行政中央的治理体系与演变，以及现行制度进行了简报，并举行了长达1小时的问答环节。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奥雅区议员丹增平措于上周一11月17号在新西兰惠灵顿举行的亚太安全创新论坛上，以经济外交与战略存在为主题发表演讲。议员丹增平措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西藏自由事业的现状及挑战，并概述了藏人行政中央的结构与职能。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于本周三11月26号发布通告，任命驻德里办事处秘书长敦珠加卜为驻南非比勒陀利亚办事处的代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于11月15号至16号在台北正大宫崎中心举办雪域论坛2025年寻找共同点西藏国际研讨会。今年的会议主题以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与藏中未来变局为核心主题，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前特使格桑坚赞、印度中国分析及政策中心主席贾亚德瓦拉纳德、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财王教部阿瑞亚博士、台大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弥夫、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前主任达瓦才仁和西藏人民议会秘书长索南多吉，以及来自台湾、西藏、印度、香港、蒙古、日本、美国、澳洲、纽西兰及欧洲多国的学者、专家与人权倡议者，在为期2天的研讨会上，透过专题演讲、研究发表及讨论辨析，相互交换观察与建议，并以历史、宗教、国际法与人权的角度，共同探讨了西藏转世传统的正当性、当代挑战及未来走向，以及厘清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中共政府的主张和政策、西藏过去及现在国家主权行为、藏中未来变局等相关议题。经过2日的主题演讲和深入讨论后，与会者在尊重多元观点及学术事实的基础上，达成5点共识，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属于藏传佛教的宗教自主事务，唯有尊者及其授权机构拥有决定权，并呼吁国际社会尊重西藏的宗教自由，支持达赖喇嘛尊者9世华诞的全球致敬行动。与会者还强调以慈悲与对话凝聚跨族群合作，肯定台湾的自由平台价值，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受压迫民族的人权处境，支持中间道路政策，共同维护和平与正义。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